從基督教信仰出發，我哋點樣重建生活群體呢？奧古斯丁認為，藉分享相通而聯合，係人類受造嘅本性。舉例嚟講，人會因為共同喜好而走埋一齊。不過咁樣嘅生活，亦有可能讓群體有排斥、對立，甚至出現惡性嘅爭鬥。所以任何生活群體都需要救贖嘅愛，先至能夠邁向圓滿。喺神嘅救贖計劃中，教會呢個群體就係要成為一個分享相通嘅典範。教會首先應喺彼此嘅關係中，唔單止藉着神嘅話語同聖餐禮共同分享，亦透過生活所需物資同事物嘅分享，實現群體嘅美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無論喺日常生活之中，或者喺服侍鄰舍嘅平台之上，我哋都可以發揮分享相通嘅精神，推動建立生活群體。例如寫見報嘅全人家長組，得到媽咪團契姊妹嘅積極投入，同接受服務嘅婦女逐漸建立起密切嘅關係。我哋而家一齊認識下全人家長組啦。我係石傳道，負責全人家長組嘅。全人家長組咧，就佢哋當中會嚟到有詩歌分享啦，有信息。咁佢之後咧，我哋會傾下偈啊，飲下食下，輕鬆下，俾佢哋咧喺家長組裏面咧有一個自由嘅 me time 嘅時間。咁話輕鬆嚟到去分享佢哋生活上遇到所有嘅開心唔開心嘅事。全人家長組就喺2年前啦，就見到全人學童啲小朋友就嚟到有唔同嘅班別可以上堂啦，去玩啦。咁但係咧，家長嚟到放低子女咧就走咗。咁我哋就諗，不如匯聚一班家長，等佢哋都可以有一個聚會，有一個落腳點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Nancy 啊。加入咗家長團組有5年啦，因為小朋友咧就加入咗全人組，就開始跟住小朋友入嘅，可以認識一班家長啦。大家嘅小朋友都差唔多嘅，咁啊大家係同行啦，同埋咧大家一齊分享點樣去解決啲問題啊，同埋遇到嘅情況啊、學習啊，啲小朋友學習問題都有。就係有一次就大家一齊分享自己最難嘅經歷啦，大家都好有同理心去理解啦，係啊，好感動嘅都。Hello， 我係 Jackie 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係 Kitty， 我係 Finny， 我係 Yuki。你好啊，我係 Ling， 我係秀萍。我哋咧幾個姊妹咧都係媽咪新天地嘅。我哋咧就由2022年開始咧就加入咗全人媽咪嗰個群組裏邊，喺裏邊咧係做侍奉嘅。好開心可以認識一班新嚟港嘅家長啦，因為平時都比較少機會去接觸佢哋，可以喺呢個機會去開展好多新嘅友誼。其實咧，我係應該加入咗大約1年到啦。諗住加入嘅時候咧，都有啲緊張嘅，因為我啲普通話真係實在係太過不靈光，咁所以咧其實係好驚嘅，即係哎呀死啦！我又唔識點同人哋溝通，咁點算好咧？咁但係就即係原來參加之後咧，即係其實係每一個嘅家長都係。真係好好嘅，即係可以能夠識到佢哋都係好，即係都係好開心嘅。Queenie， 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有個媽媽咧，佢好似咧有啲嘢發生，咁佢揾我哋同佢祈禱喎。我哋真係覺得好開心。即係雖然我哋每次同佢哋滲啲信息啊或者祈禱，但係咧冇諗到，當佢哋遇到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哋真係會揾我哋去同佢為佢祈禱喎。呢啲咧真係全部都係神嘅恩典嚟。生活嘅群體當然係好重要啦，因為大家都係做媽咪嘅，咁可能咧遇到嘅問題咧都係即係有近似啦。其實唔單止我哋單向去幫佢哋，其實係即係佢哋都即係分享咗好多嚟，即係我哋去互相學習嘅。咁我哋即係唯一可以做咧，就係即係同佢哋去祈禱咯，為佢哋去祈禱。或者有啲比較成熟嗰啲媽媽咧，我哋都叫佢哋同佢哋去分享咯，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互相去支持啊、幫忙咯。我哋好希望咧，唔係淨係去幫佢哋啦，而係即係我哋一齊去將即係耶穌俾我哋嘅福分咧，去帶俾佢哋之後咧，佢哋都有咁嘅能力咧，去繼續去幫即係譬如佢身邊嘅人啊，或者新來港嘅朋友啊，佢哋都可以去即係分享到㗎。我哋團契咧就搞一啲外展嘅活動，都有邀請家長佢哋一齊有參與。譬如去啲扭波波啊，其實大家都好有得着，同埋佢哋都好開心。
喺分享相交中，佢哋嘅生活群體逐漸形成，亦讓福音嘅種子發芽生長。喺未來一段日子，你會藉着乜嘢媒介同弟兄姊妹同鄰舍實現分享相交呢？願神嘅靈感動同引導你，跟基督成為光。難關再難關